大家好，我叫福芳莹，我现在身在马来西亚的科切拉禅修林。我是赞杜固仁波切的弟子，也是一名多杰雄灯的修持者。很多人问我说，多杰雄灯是一个邪灵，那对于这个问题，我有什么样的回答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，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既不符合事实，也不合乎逻辑的一个说法。佛教在进入西藏的历史和渊源，都与莲花生大士在藏地降服当地的妖魔鬼怪息息相关。可见，在藏传佛教中，降服妖魔鬼怪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一件事，也是如此的常见。就如乃成护法一样，在他成为一位佛教护法神之前，他是一个威力强大的邪灵，但最终被莲花生大士所降服，成了人人皆知的佛教护法神。近代的藏传佛教高僧，比如格鲁派的至尊迦杰颂仁波切和措摩格西仁波切，都是非常有名的降魔大师。这并不是什么迷信之说，而是对于真正的佛教大师而言，降服妖魔鬼怪是一件非常微不足道的事，因为大师们的悲心就是降魔的最佳武器。然而，在降服多杰雄灯这件事情上，近400年各大教派的高僧大德都显得束手无策。自五世达赖时代开始，有许许多多的高僧大德，比如非常有名的敏珠林仁波切，做了一场又一场的火供法会，尝试降服多杰雄灯，但最后他都失败了。为什么敏珠林仁波切和这么多的高僧大德都无法降服多杰雄灯呢？难道这些高僧大德连区区的降服妖魔鬼怪都做不到吗？当然，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，所以唯一的答案就是多杰雄灯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，而是一个佛。所以近400年来，多杰雄灯不曾被降服过。即使我退一步说多杰雄灯是魔，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高僧大德不直接出于慈悲心将他给降服，以免他祸害众生呢？与其直接降服他，这些高僧大德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不停的劝告、警告人们关于多杰雄灯是多么的可怕，人们应该要远离它。这故中原因恐怕跟宗教没有关系，反倒是跟政治有关系。大家是怎么想的呢？谢谢收看。